咁咧啱啱咧立秋喎，立秋嚟講係非常關鍵㗎。咁啊，如果係做各行各業嚟講咧，其實立秋呢個時間咧就係財源滾滾而嚟嘅機會嚟嘅喎。點解咧咁樣？因為咧全年嚟講咧，其實喺立秋呢度咧先係補到少少嘅金氣嘅噃。咁啊，金咧係代表錢啦。所以咧其實好多做房地產都會講啦，金九銀十。咁啊，其實嘅意思咧就係去到秋天以後咧，其實好多人咧，第一捨得用啲錢，第二咧同埋嘅財氣咧就上翻嚟嘅噃。當然咧喺秋天嚟講咧，亦都要注意啦。7月14咧就係中元節咧，只要我哋咧喺呢段時間咧保持正能量嚟講咧，去到中秋之後呢個好關鍵啦。食粥食飯咧就靠呢段時間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自己嘅心態好，咁可以喺深秋之後咧開始你嘅計劃，開始行動咯噃。因為咧喺財氣旺嘅時候做生意又好，或者你計劃又好咧，係容易成功啲嘅。當然啦，春夏秋冬嚟講咧都有佢嘅好處嘅。例如好似春天咁啦，其實係成長期啦，同埋讀書咧係有利啲嘅。咁啊喺秋天嚟講咧，對於財富或者揾錢嘅機會咧就會大增嘅噃。而且咧已經去到秋天啦，再嚟咧就係冬天啦，好快去到年底啦。所以咧喺秋天揾到錢咧，過年好唔好咧就睇呢個月份啦。喺大家嚟講咧，其實要真正咧就係提升晒自己嘅正能量同埋氣場，咁樣嚟你嘅貴人運咧都會相對嚟嘅噃。把握下呢個秋天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